2026年春節前，68歲嘅梁家輝從春晚彩排車上落嚟，轉身走向喺風中等咗好耐嘅人群。佢慢慢朝3個方向逐個鞠躬，90度，誠懇、標準到冇半分敷衍。呢段冇噱頭、冇營銷嘅視頻傳上網，靜靜雞衝上熱搜。網友講得最實在：法拉利老咗都仲係法拉利。後嚟央視採訪佢，問起呢件事，佢語氣平淡，冇半份刻意煽情。佢哋其實唔係我粉絲，就係想睇下邊個明星入嚟。但你必須尊重呢班人，尊重佢哋為咗等而等嘅心意。呢句說話聽起身就好梁家輝。1984年，26歲嘅梁家輝憑《垂簾聽政》入面嘅咸豐皇帝，成為香港金像獎史上最年輕嘅影帝。剛出道就企喺金字塔尖，風光無限。但命運就係咁唔按常理出牌，巔峰之後就係斷崖式下跌，佢被封殺咗。因為當時特殊政治背景，台灣市場對佢全面封鎖，而嗰個年代香港電影嘅資金市場幾乎全靠台灣支持。被封殺就等於被整個電影行業除名，冇戲拍。身邊人急到癲，勸佢寫封悔過書，寫咗就得解封，就可以重新拍戲。佢唔肯，冇半分猶豫。於是尋日仲喺銀幕上穿龍袍演皇帝嘅人，今日就喺銅鑼灣街頭擺起地攤。講起嚟都有啲意思。佢諗起細個睇媽媽用縫紉機，發現縫紉機上嘅皮條可以做首飾。佢搵嚟銅線、小環，自己穿皮手串、皮頸鏈，往地上一鋪就開賣。銅鑼灣人多，經常被認咗出嚟。有人行過，瞪大眼，語氣帶住驚訝同尷尬。你唔係嗰個影帝梁家輝咩？佢唔避唔閃，大大方方承認係我。你睇下我啲貨，做工都唔錯嘅。除咗擺攤，佢仲搵份兼職，幫文匯報寫專欄，每日200字，稿費唔多，啱啱夠交水電費。日頭踎喺街邊賣手串，風吹日曬。夜晚返到屋企就安安靜靜咁趴喺台度寫嗰200字。後嚟有記者問佢，從影帝到擺地攤，落差咁大，你唔難受咩？佢話唔可以咁軟弱。我哋喺呢個世界可以活幾日？講負面啲，每日都係倒數，都唔知意外係邊一日嚟。唔享受生活每日嘅所有點點滴滴，你嘅人生算乜嘢？佢停一停，補句：滄海一聲笑就好啦。輕描淡寫，但你知道呢句說話入面有千斤重。正係呢段最落魄嘅日子，佢遇到江嘉年。江嘉年係香港電台製作人，聽聞佢嘅遭遇，覺得唔公平。明明冇做錯乜嘢，卻要咁樣對待。佢唔理咩封殺令，主動打個電話俾梁家輝，問佢：你願唔願意嚟拍廣播劇？呢個係全香港第一個咁搵佢工作嘅人。後嚟兩個人就走埋一齊，結咗婚。嗰場婚禮真係寒酸。佢哋全部積蓄只有8000蚊港幣，800蚊買咗戒指，剩低嘅錢擺兩圍酒，請最親嘅人。就連結婚證都係梁家輝自己畫嘅。佢學設計出身，親手刮字、畫花邊，照住正版結婚證山寨一份。後嚟佢話，嗰係佢畢業以後最滿意嘅一件設計作品。嗰一年佢29歲，一無所有。但佢話，嗰係佢一輩子最值得驕傲嘅事。當時我一文不值，但通過呢段婚姻，我重新揾翻一個新嘅梁家輝。再後嚟，封殺令解除，佢重回影壇，一路開掛。4座金像獎影帝，演到《神二》、《情人》、《暴風捉影》、《寒戰2》等多部戲打破票房紀錄。正在上映嘅《飆人風起》大幕票房一路飆到12億。一輩子演咗160幾個角色。千面影帝嘅名號越叫越響，紅咗之後誘惑自然唔少，有人遞嚟各種高薪橄欖枝，都有粉絲寫信鬧江嘉年又老又醜，配唔上佢。佢全當笑話聽，從唔入心。後嚟江嘉年因為食藥
身材走樣，有人誇佢係好男人，始終對老婆不離不棄。佢卻認真糾正，點解唔話我夫人係好女人？遇到佢係我呢輩子最大嘅幸運。每年結婚紀念日，佢都會俾老婆換枚鑽石。佢話江嘉年係鑽石女人，隨住時間流逝，唔會貶值，反而會越嚟越美麗，越嚟越珍貴。演藝圈入面紅咗就飄嘅人太多，但梁家輝從來冇。佢台上台下簡直似兩個人。拍黑金嗰陣，為咗演好角色，佢硬係俾角色寫咗10萬字人物小傳，10萬字都夠出一本小說。但一離開片場，佢就立刻抽離。返到屋企，門一關，我就唔再係嗰個角色啦，我就係梁家輝。佢甚至有2年時間徹底停咗拍戲，喺屋企做全職湊仔工，每日送雙胞胎女兒上幼兒園，然後去茶檔飲杯奶茶，食個三明治，等到中午再去接佢哋放學。從萬眾矚目嘅影帝到圍住細路仔轉嘅全職湊仔工，佢冇半分落差感，做得心甘情願，樂在其中。記者問佢點睇名利，佢擺擺手，名利對我嚟講真係浮雲。咩千面影帝、最佳演員都係外界賦予你嘅，冇必要放喺心上，虛嘅。我可以帶幾多錢返屋企，能點亮屋企幾多盞燈，能讓屋企有幾光亮，嗰先係我嘅驕傲。就連簽名都被佢賦予咁樣嘅意義。我姓梁，係屋企嘅棟梁。我將家放喺梁下面，光輝都放喺家庭裏頭。出面我係個軍人，守護呢個家。每次寫自己名，我就諗呢件事。採訪最後，記者問佢而家嘅生活狀態係點樣？呢位千面影帝諗一諗，話唔拍戲嗰陣，每日早上4點起身，從4點到6點係完全屬於我自己嘅世界。沖杯咖啡，咩都唔諗，就安安靜靜坐喺度。夜晚臨睡前，同太太一齊煲劇，傾下偈。記者明顯呆住，大概係冇諗到一個帶住咁多光環同榮耀嘅演員，描述嘅生活居然咁普通，普通到同我哋身邊嘅每一個普通人冇咩兩樣。梁家輝睇出佢嘅驚訝，又笑一笑，咩光環榮耀都係外界俾嘅，同我冇關係。只要返到屋企，門打開，我就恢復梁家輝嘅身份，一個普通人，一個最普通唔過嘅家庭男人。而家嘅梁家輝早喺2024到2025年間，1年之內2次升級做外公。平時唔拍戲嘅時候，佢最大嘅樂趣就係陪住孫仔孫女，享受3代同堂嘅天倫之樂。佢話自己嘅生活哲學就4個字：每日歸零。每日從零開始，慢慢行完呢一日，第2日再歸零，再重新出發。攞咗影帝，歸零，唔沉溺於榮耀；擺咗地攤，歸零，唔糾纏於低谷；上咗春晚，被全網誇讚，都仲係歸零，唔迷失於掌聲；唔頂住昨日嘅榮耀趕路，都唔背住昨日嘅傷口瞓覺。呢大概就係梁家輝最難得嘅地方。佢見過巔峰嘅璀璨，都嘗過谷底嘅寒涼，卻始終能守住本心，活得清醒又通透。人一輩子起起落落係常態，能喺順境中唔飄，喺逆境中唔冧，守住平常心，每日歸零，好好生活就已經贏咗。今期嘅內容就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